中原工商鋪為你送上最新嘅商廈租售數據同埋租務買賣成交。7月份商廈買賣成交宗數約110宗，按月上升44.74%，按年上升50.68%。成交金額約26億9800萬，按月上升19.35%，按年下跌28.8%。至於租賃方面，7月份嘅商廈租賃成交宗數約497宗，按月上升2.9%，按年下跌4.24%。成交金額約4551萬，按月上升7.08%，按年上升5.35%。跟住一齊睇下各區嘅空置率。7月份港島區整體空置率10.6%，按月下跌0.42個百分點，按年下跌2.35個百分點。跟住睇下港島各區嘅數據。嚟到九龍區，7月份九龍區整體空置率15.86%，按月下跌0.15個百分點，按年上升0.01個百分點。跟住睇下九龍區各區嘅數據。我哋再睇下7月份5大矚目商廈成交。第5位，灣仔海港中心19樓04至05室，面積約3567平方尺，成交價約7680萬，平均尺價約21,531元。第4位，金鐘遠東金融中心37樓01室，面積約5400平方尺，成交價約1億0800萬，平均尺價約2萬元。第3位，尖東康宏廣場27樓03至13室，面積約16,605平方尺，成交價約1億6600萬，平均尺價約1萬元。第2位，銅鑼灣 Bisaura 全棟，面積約36,097平方尺，成交價約3.7億，平均尺價約10,250元。第1位，銅鑼灣亨利集團中心全棟，面積約99,496平方尺，成交價約8億9200萬，平均尺價約8,965元。成交連同廣旅集團大廈地下3號鋪及2至4樓車位。想睇到更多更快嘅市場資訊，可以登入我哋嘅中原工商鋪網站。